钱给并不是台湾厂商的 LINE， 你不觉得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吗？对，有问题。所以市长这个部分是不是你要强硬一点啊？那但是你知道现在民进党政府中央未来可能会库碰券的地方是绑定电子支付，这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吧？最近我知道要把悠游户排除，为什么要排除悠游户？现在中央政府的纾困的这个所谓振兴的库碰券，它让 LINE跟一卡通接口支付还有他们中央的台湾 Pay 都可以加入。但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悠游卡应该是所有全台湾大多数人都有的，还有悠游户现在已经最新上线，没有理由设一个会员数的标准，然后我们排除在外，市长您说对吗？对。所以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他这样做是针对台北市，还是因为他所谓设定会员数100万这件事情很有道理？那因为悠游户是最近才上线的，都是摆明就是把悠游户干掉了，对不对？摆明要把悠游户干掉，那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对台北市以及台北市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吗？明明我们流通这么多的悠游卡在外面，也推出了电子支付，从3月底到现在没有几天，会员数已经到了15万、16万了。但是在讨论纾困的时候，市长你记不记得，你本来说我们6个月中要把其他的电子支付给歼灭，可是如果现在要发这个所谓的库碰券，大家要去申请申办会员，却独漏了我们悠游户的时候，你觉得当时讲的6个月还能够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因为大家都去申请其他的会员了，没有人要来申请我们的会员。市长，我这样说对吧？对，完全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跟中央来争取？你不能说你今天中央政府编列预算要去补助这一些国外的厂商，LINE它是属于国际企业，把钱纾困跟振兴的成本去给了国外的厂商，但自己对本国的、对地方政府的厂商却是直接用一个100万的门槛，把会员数的门槛把你排除在外面。我这样讲有道理吗？所以就你了解，你已经知道说中央政府未来所发放的库碰券，并不是没有成本的，而是会另外支付一笔费用给这些平台业者，让他们去做系统修改，然后才去发放库碰券。市长您是了解的吧？对。但是却要把这一笔钱给并不是台湾厂商的 LINE， 你不觉得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吗？对，有问题。所以市长这个部分是不是你要强硬一点啊？不要跟大家讲顺时钟，我们对的事情都不敢讲。悠游卡在对台北市来讲是我们的一个骄傲。我们从国小的时候开始有悠游卡，大家都觉得台北市有悠游卡是我们的骄傲。不能因为现在在这个纾困期间，一个政治的一个议题要发这个库碰券的时候，把我们排除在外，使得我们未来这个悠游户被扼杀了成长的机会。市长您说对吗？对对。谢谢。今天你推出来这个有创意的这个口罩贩售机，基本上你的目的是什么？节省时间，效率可以提高。也帮忙中央在解决问题嘛，是不是？也帮忙我们市民，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方式来取得口罩。但是我今天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处处在掣肘的地方，包括刚刚讲的悠游户。柯 P， 你已经现在是民进党非常重要的要把你干掉的目标然后呢？不要讲了。我不要把机密讲出来一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国家机密。因为疫情的关系，居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政治动作在里面。台湾算是运气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疫情来讲，在国际上，大家都称为我们是模范生。可是呢，在这个政治的运作上面呢，看起来动作频频然后对柯 P 呢算是锁定了一个目标了